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行優之味講下錶。今日要介紹俾大家嘅錶呢，就係第一款呢，係昆侖海軍上將42mm 全鋼自動細3針日曆透明底，夜光針夜光字，42mm 嘅錶徑。佢原價咧係47,700，依家特價係16,800。而第二隻咧就係 Omega Panel Ocean 系列 Deep Sea 6000米嘅防水，45.5mm 嘅錶徑，噴砂鈦聽殼，藍色字藍色針。咁佢啲刻度同埋時針分針咧都係白金，6000米防水，係採用布帶嘅設計，深潛。佢個原價咧係10,710，依家特價係69,800。卜玻璃都係夜光針夜光字。而呢一隻咧就係 Panerai 嘅 Submersible 系列，潛水300米3日鏈細秒針日曆，夜光針夜光字，碳纖維殼，44mm。藍色錶面，佢個原價呢係14,300，依家特價係93,000。而另外一隻呢係 Jacob 18K 白金38mm 個錶殼呢就鑲咗252粒梯方鑽，而個錶面呢亦都係鑲咗梯方嘅粉紅色晶石。大家好奇怪，見唔到秒針嘅，其實呢個呢係類似 Mystery， 亦都係睇過三角藍色三角，粗嗰個係時針，短嗰個係分針，係石英嘅38mm， 男女都可以佩戴。而佢錶殼嗰個方石咧係19.4卡，原價係545萬，依家特價168萬。而再嚟一個咧，都係 Mystery， 係 Franck Muller 嘅 Mystery， 18K 白金殼，雙兩圈大方石，藍寶字，挑花機芯，挑花錶，自動舵，個自動舵係 Platinum， 而佢個時分針呢係採用推盤嘅設計，係兩個盤大細盤喺度轉，42mm 嘅錶徑都係，佢原價係80幾萬，依家超級優惠價29.8萬。錶耳亦都有4粒藍寶，而錶的亦都係鑲咗藍寶石。而另外一隻呢，就係都係 Franck Muller 嘅
V45夜光針夜光字，同學大廳標底，係選用折扣，係 Vanguard V45系列，原價係11萬1，依家特價39800。而另外一隻咧，都係 Vanguard 嘅 V41 18K 白金，全鑽石殼，滿天星，黑色字，夜光針 V41 size， 男女都戴得，同埋白金石扣。滿天星，佢嘅原價咧係55萬6，而家超級優惠價19萬5千蚊。鍾意今次分享嘅朋友可以落嚟恒優錶行睇睇，尖東恒優錶行。鍾意嘅朋友麻煩 share、like 同埋 subscribe，多謝大家。